時候咧，我哋進攻方面有少少唔對嘅。咁包括我自己在內咧，我哋睇到好多球員其實都係比較緊張啦，受感方面。咁但係大家都係吐一口氣喺防守方面咧，希望可以首先冇俾對手拉開啦，同埋咧係尋找一個適合嘅時機再進行一個反攻咁樣咯。咁我見後邊大家都係即係防守強度一路都係冇放鬆啦，咁樣精神上邊咧雖然係有少少壓力咁，但係大家都跑住咗，可以最後可以即係反超甚至取勝咁樣。其實一度都落後雙位數，其實教練暫停嘅時候有啲咩部署嚟㗎？其實教練就係同我哋一直調整我哋球員嘅心態啦。雖然進攻方面啱啱我所講有少少走緊啦，但係教練咧希望我哋可以放開打，同時喺防守方面俾信心自己球員係可以，因為我哋平時訓練係有針對性嘅防守，同埋對自己體能方面都有啲即係有啲信心啦，同埋喺防守方面，所以其實應該球員係應該專心啲去防守，跟住喺揾翻一個好啲嘅時機去進攻。因為上半場見到林家偉都唔喺度，咁其實下半場翻嚟咪對於球隊幫助都幾大。咁梗係啦，咁我哋一直都係希望可以係完全係咁樣去打每一場波。咁其實球隊入邊少咗邊一個都唔得嘅，我會覺得，即係包括冇落場嘅球員都係啦。咁佢哋就一直係同我哋助威啊咁樣。咁林家偉佢嚟咗之後，當然係我哋籃板上啦、防守上咧都有好大嘅幫助。其實咧，代表球隊講，因為始終都係算係換一隊新嘅球隊啦，幫到球隊攞第一個冠軍咧，自己感受點講呢先？有啲緊張嘅，其實一開頭嘅時候，你可以見到有啲即係大家自己都有啲壓力啦。咁但係心中都係覺得球隊同埋我哋成個團隊啦，即係成個球會啦，其實你可以睇到好多藍隊嘅支持，都會有支持者過嚟支持我哋啦。咁某程度上其實即係好想可以打好啲。而家贏咗嘅話咧，都算係對所有球會啊，或者對自己同埋對球員，即係隊友之間付出有翻啲安慰。